大家好，我好似見證咗港超歷史最大嘅滑鐵盧。依家等我哋睇下最後嘅聯賽煞科日，到底賽前榜首嘅李文今場經歷咗啲乜嘢啦？事實上喺開賽之前，青衣運動場彷彿一切都天下太平，除咗迎嚟咗一啲老朋友嘅翻嚟之外，今日嘅青衣運動場仲紅旗高掛，呢個冠軍派對應該都勢在必行啦。而李文喺呢個氛圍嘅烘托底下，亦都從第一分鐘開始猛攻。儘管李文先後經歷咗羅莎嘅中柱同埋奧利斯嘅神救，但從局勢睇起上嚟，基本上一切係掌握於李文手上。但呢啲因素並冇影響到主場嘅流浪，被對手反客為主嘅佢哋，即使面對劣勢，依舊有理冇理，將全部射門拒諸門外。而結果佢哋站穩陣腳之後，壓力就全部落晒喺李文嘅身上啦。結果喺呢場耐力嘅拉鋸戰中，立花零也嘅紅牌成為咗比賽嘅分水嶺。李文當然希望大舉進攻拿下3分，但打少一人嘅情況底下，佢哋換人亦都變得綁手綁腳。兩難嘅局面底下，流浪開始變得消極，而原因無非係因為佢哋非常清楚李文嘅敵人除咗自己之外，仲有逐漸流逝嘅時間。結果李文別無他選嘅情況底下，終於佢哋都按捺不住，被逼放手一搏。而以逸待勞嘅流浪亦都就係咁樣伺機移動。流浪安沙嘅詐糊已經發出預警，但根本李文就冇回頭路，而結果比賽亦都沿住流浪嘅劇本繼續運行落去。從大埔外借到流浪嘅比迪高禁區內起腳成功先開紀錄，跟住落嚟嘅比賽亦都彷彿斷開兩節。而呢個情況下，亦都正合香港華迪劉之樂嘅胃口。比賽尾段用2球單刀葬送李文衛冕嘅希望。今場比賽如果單論數據的話，李文絕對係較為稱先嘅一隊。可惜足球係唔講道理嘅運動，聯賽亦都就係咁樣從肯定就是你變成咗可惜不是你。但喺賽後睇住李文球迷嘅反應，相信佢哋都好慶幸，至少還有你。最後恭喜大埔再次捧起港超聯，24-25年港超聯亦都就係咁樣煞科。當然我相信李文會以更強嘅姿態翻嚟嘅，但我更加相信嘅係下季球場更加需要你。支持本地波，由你做起。